各位觀眾，第一個要講嘅日本嘅領隊加茂洲，咁就我讀中文啦，因為點解呢？佢有啲位呢，如果我用中文維基嚟抄呢，同埋我頭先揾過啲片呢，咁而家都好少講佢以前嗰啲佢踢波嘅嘢㗎啦。咁啊，最經典就係佢帶領日本隊對巴西隊嗰場啦。咁我都會放翻條 link 喺我哋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度嘅。咁第一個係講加茂洲啦，咁佢足球小將係加茂講啊。咁啊，佢本身就1939年出生嘅，10月29號生日啦。咁啊，而家係85歲啦，身高178。咁咧，本身佢足球小將嗰邊嘅加茂洲好似係打後防嘅。咁佢依個就打前鋒啦。咁啊178嘅身高啦。咁啊當陣時係算矮㗎啦，其實。咁啊就讀嘅學校啊叫湖屋高校。咁啊1960年至1963年咧就讀關西學院大學，即係而家好出名，出咗好多球星嗰間啦。咁啊另外嘅啱啱入去踢波嘅學校青年軍咧，Yamada Yarusa Saka。咁咧我諗大家都知係咩嚟㗎啦，呢隊紅色嘅，即係而家嘅大阪啊，即係而家呢隊啦，G 大阪啦。咁咧佢啱啱由1964年啱啱讀完大學，咁啊入咗去呢間，因為以前咧就未有 J-League 嘅，以前就係全部都係啲機構啊、啲工廠大廈，即係好似我以前搞波一樣啦。咁啊喺工廠大廈或者公司度搞嘅。咁啊1974年啦，咁啊踢完呢個Yamazaki嘅公司度踢完之後咧，踢咗3年啦，咁啊1974年至1989年咧就去咗日產自動去踢波。咁啊又踢完之後咧有2年嘅空白期啦。咁啊1991年至1994唔係監督嚟嘅 sorry。咁1991年至1994年就全日空，即係橫濱。嗱，我譯翻做撳落去俾大家睇，究竟呢一隊係咩嚟咧？冇錯啦，又係我哋而家嘅熟悉嘅橫濱飛翼啊！咁啊1994年至1997年期間，又帶領日本代表隊。咁啊，由於去到重要關頭個成績唔好啊，咁啊，所以由呢個我哋之後會講嘅岡田武史咧，就執掌呢個日本隊，衝出呢個第一次法國世界盃。1998年，點解發生咩事令到加茂洲冇得再搞咧？咁啊監督嘅成績啦，咁啊其實都係麻麻地嘅啫。只係最好嘅時候咧，頭嗰2年就第10位啦，大概到 JSSL 嘅第一步啊，咁嘅球隊。咁啊2回敗退嘅。咁啊去到1981年咧 JSL 2部嘅，就第2位、第8位、第2位、第2位、第5啦。咁啊未攞過冠軍嘅。咁幾時去到冠軍咧？1988年至89年就攞嘅一個冠軍嘅領隊，同埋去到1991至1992咧就全日空到第8位嘅。咁基本上佢執教以來係未攞過冠軍，除咗1988年至1989年
佢嗰陣時教咩咧？係冇講嘅。咁我哋撳入去個點解撳入去睇啦？咁啊，我要覆返，我要變返做中文啦，等等啦。因為佢好衰嘅。咁大家問我點解你唔裝翻佢中文為？即係我費事裝咁多嘢啦。我部電話又唔係咁大。領導人嘅時代啦，洋馬查尤客車即係呢個Yamasaki嗰個1967年啦，咁啊加入個足球部嘅，係啦，咁啊嗰陣時係鬼武健啦，咁啊二代，中文啦屌，費事估啊！洋馬查尤足球隊迎來了撫磨州多位成員啦，咁啊入產嘅汽車1974年，咁啊大家知咩嚟啦？呢隊咁日本足球聯賽冠軍啦。1984年日本隊在洛杉磯預選中失利啊！日本足協開始討論押尾草為新任嘅國家主教練接替森貴儀。咁啊，押尾草本人咧就熱衷嘅擔任一職，到同年秋天，他已退休，擔任日產汽車總經理。鈴木保接任他嘅這位。既然同年10月啊，日本足協會議上決定被推森貴儀被留入。咁啊，1985年咧，咁啊12月，他再次咧被任為日產總領隊嘅教練啦。咁啊上任不久咧，他的帶領嘅日產隊咧，在第65屆嘅天皇杯咧第2次就優勝。咁啊並在決賽咧中間擊敗藤田啊。咁啊應該球隊名嚟嘅，咁啊撳入去睇下先。藤田不動產。咁啊，而家嘅咁啊，大家知啦，一望下市源啦，應該就係冇記錯，唔係喎，係湘南海洋，即係湘南比馬啦。但係佢嗰件衫係屌嘅咩市源嚟嘅喎。咁啊，他還招募長谷川健太和前巴西國腳奧斯卡，在1988年至1989年嘅賽季咧，球隊取了3冠王，贏得了 SJL 嘅甲組聯賽冠軍。咁啊，天皇杯同埋 SL 杯咧，在聯賽中咧，球隊咧在賽季咧開始11連勝啊，創下了嗰個聯賽嘅新紀錄。並在賽季上咧保持不敗嘅，包括聯賽嘅勝利，球隊的連勝嘅紀錄啊多達21場嘅。咁啊，賽季結束加埋個任命為奧斯卡嘅下一等。我啱啱有同事翻嚟休息完翻嚟攞嘢。咁啊，繼續啦。咁啊，去到1990年嘅6月啦。咁啊，佢又成為咗全澤空足球隊嘅樂部應該領隊啦。咁啊，1992年啦，咁啊成為職業俱樂部變名為橫濱飛翼隊啦的顧問。並在1991至1992年啊被任為主教練。卡莫森為塞巴斯蒂安拉扎羅尼在1989年美洲杯上率領的巴西國家隊。咁啊，和當時咧炙手可熱嘅 AC 米蘭隊咧的戰術影響啊，這些戰術咧保持球隊嘅緊湊並及對手嘅資格。他的目標是在全澤空推廣這種足球嘅風格。咁你明唔明啦？點解
足球小將嗰陣時，阿家茂講，即係何茂講，點解會叫佢哋嗰班練體能逼搶？就係因為呢單嘢，所以佢睇到巴西同埋 AC 米蘭踢完波之後，咁咧跟住就開始有呢個咁嘅計劃啦。咁啊，1994年啦，率隊在第73屆嘅天皇杯啊，咁啊全日本足球錦標賽上啦，經過加時擊敗6-6個零六冠軍嘅。好啦，咁啊開始講究竟咩事突然間會架構好好地，突然間就會轉教練啦。1994年12月1號啊，他被命為國家隊嘅主教練，合約期11個月嘅啫，其實好短嘅啫。咁啊，由於前任保羅帕陀發現校任期間咧溝通嘅問題啊，咁啊加茂被選為新任嘅主教練，因為嗰陣時日本人係唔係好識外語㗎咋，好少人識啲咁嘅溝通，所以請啲主教練翻嚟其實都好別家溜㗎。咁咧佢試圖咧灌輸一種重區域壓迫嘅和快速推進嘅足球風格啊！上任後不久咧，洲際錦標賽於1995年舉行咧1月，咁啊，他沒有時間組軍啊，因此啦，他最初組軍嘅期間咧，用一啲經驗豐富老將啦，咁啊，其中包括咧法爾考任期排除咗嘅國家隊之外嘅拉莫斯留位啦，咁啊，然後啊，他逐漸咧用年青球員取代他們啦。咁啊，1995年咧，加茂的合約咧即將到期，係由加茂久擔任駐日本嘅足協會協會啦。咁啊，發展委員會認為咧，讓加茂嗰繼續留任咧並不是最好的選擇啦，並推薦啊川崎嘅韋爾迪咧，即係現時東京維爾迪嘅隊主教練，咁啊羅爾西利奧作選合人選啦，並將加茂講嘅辭去啦，並正在談傾緊翻去橫濱足球部俱樂部嘅。咁啊，依然咧在最後一刻咧，咁啊日本足協咧，因為委員會咧佢決定延長加茂講嘅合約喎。咁啊，日本足協就召見在新聞發佈會上咧，咁啊，如果我們未能夠晉身世界盃咧，我們會承擔一切嘅辭職嘅。咁啊，在1996年12月嘅亞洲洲際盃咧，日本隊以小組全勝3戰全勝，咁啊，但在1/4嘅決賽輸咗俾科威特，咁啊，壓力取於本並不算將亞洲盃作為今次嘅參考啦。咁啊，但球隊輸給科威特咧，就仿式嚟暴露佢哋嘅弱點啊！咁啊，導致亞洲足協咧、亞洲聯內部咧普遍存在不信任啊！因為嗰陣時中東地區嘅球隊咧就好勁嘅，即係而家弱少少啦。咁但係以前就好多名將都係喺1998年嗰陣時開始慢慢浮現嘅。比如大家所屬嘅阿斯斯達爾同埋呢個馬特維基加呢啲，同埋你澳洲同埋你沙地都有好多出名嘅球員啦。其實嗰陣時，咁咧1998年9月開始咧，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已經開始啦。首戰到烏茲別克，但第二場到亞聯酋嘅時候咧，井原明明想射門的頭槌被越位在先啊！咁啊，小川應該德南嚟嘅呢個被判入球無效啊，兩隊咧0-0戰平啊。隨後在主場對韓國的對住韓國隊咧，第三場比賽中咧，日本隊以下半場1-0領先，但用後衛秋田豐換下前鋒嘅阿羅洛雷佩斯
我係咪女秘書嚟㗎呢個？的決定得冇得反。咁啊，秋田豐上場為你防範一名球員呢，但球員之前替換下場啦，最終1-2落敗啊！咁啊，首戰上實力較弱嘅烏茲別克，下半場連失3球。第二場客咧對住阿聯又係未能勝出啦。咁啊，讓媒體和球迷咧對呢個阿律講真係加埋講啦，即批評聲一浪越嚟越大啦。去到10月4號對哈薩克嘅比賽入邊咧，他們比賽結束前咧失咗一球啊，最終令失望的平手收。咁咧，因為佢世界盃嘅亞洲區嘅外圍賽連輸咗幾場，咁啊開始亞洲足球唔掂啦，因為冇理由去到等到2002年，佢哋自己搞嘅時候同人講，喂，我哋申請咗搞世界盃，但係點講？日本足協要面㗎嘛，我哋冇理由用入場券嚟入去世界盃㗎嘛，俾人笑㗎嘛，大佬！你韓國國家隊年年都入到啊嘛，嗰陣時咁咧再中途咧就解僱咗佢啦。咁喺1999年咧，咁啊，他成為咧新式天國嘅顧問啫。咁啊，1997年啦，他成為東京都嘅始桑家，即係而家嘅東京不死鳥應該嘅主教練啦。他的合約期同佢咧2年7個月。咁啊，2002年1月到期啦。咁啊，呢啲咧就係講佢嘅教練生涯啦。咁2017年8月啦，他宣布入選為日本嘅足球名人堂，咁都好啲，因為你要入名人堂其實好難㗎。咁我哋撳入去個足球名人堂啦。咁啊，足球嘅塞卡，一般嘅塞卡釘拖啦。咁啊，有咩人喺入邊呢？咁啊，高原親王啦，虎本國茂啦，山本龍就屌山本龍一添撲街，三殺龍一啦，平木龍三啦，宮本正勝啦，白松橋茂雄啦，金月元芳啦，森美龍太郎、高橋龍太郎、島中健咪野中健啦，呢個前委員會嚟嘅。咁就平井富三郎、藤田正富、島田英雄、長超健、江野仲一郎、河康三、德馬爾克羅密、山田五郎、竹腰大雄、田邊二郎。嗱，咁啊，其實好多㗎，佢呢啲選出嚟嘅，咁啊唔讀啦，咁啊大家睇啦。咁啊好到邊有我哋熟悉嘅球員咧？好到呢個2012年有奧治康二啦，終於我哋有啲熟悉嘅名字啦。咁啊，小倉純二啦，呢啲應該大家都知啦。何茂洲就2017年入選啦。乜其實好難㗎，入呢啲咁啊個人嘅表現啦，咁啊都係呢陳年舊事嘅日本杯啦。咁跟住，咁我哋下一個會講嘅岡田武史咧，我就會講翻呢度佢點樣承接翻1998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之後個故事。其實阿岡田武史同何茂講加埋都好攰。
咁啊，加茅洲就唔同之處咧，就係佢曾經有兩度咧，就帶領呢個日本國家隊就出戰呢個即係接手過嘅。咁包括就98年即係一年啦，帶咗，同埋呢個01年嘅07年07年07年，佢就因為佢有2年嘅應該98年07年至10年兩屆嘅日本國家隊，佢曾經帶領過嘅。咁啊到時咧，咁就我會講一講佢點解可以咁成功順利入到去。其實岡田武史嗰幾場波咧，好彩僥倖地贏翻晒啲分翻嚟，咁一逼使咧就去到踢附加，唔使踢附加賽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哋又要同大洋洲個冠軍澳洲爭㗎啦嗰年。都係因為佢嗰陣時嘅世界盃外圍賽咧，踢附加賽咧就好複雜嘅，冇而家咁好嘅。咁所以就話嗰陣時對伊朗，如果加時都贏唔到嘅，咁就要踢附加賽㗎啦。其實94年嗰屆日本隊係有好大絕大機會咧，就即係多下嗰屆啦，因為佢哋太攰啦，一後防俾人一個假身邊路推進然後回唔切身，跟住俾人一個傳中波，俾一個對方嘅前鋒頂入咗個波，龍門係冇反應。其實呢球基本上睇翻啲精華片，其實個龍門係要出嚟嘅，唔知點解戇鳩鳩企喺度。就算有後防幫你頂都好，你都要出嚟打手球，寧願打到自己人都為呢啲重要關頭，大佬你俾人入波，追平冇仇報噶嘛。但係佢選擇咗戇鳩居咁樣企咗喺度，入咗波都唔飛撲，咁樣伸隻手出嚟算數。咁嗰個龍門咧，我有睇，我會睇翻睇下邊個嚟嘅，係啦。咁其實好多嘅名將唔係頭先都喺呢由94年至98年開始呢4年出嚟嘅。咁大家有打唔係嗰隻垃圾機啊嘛？我嗰隻垃圾機我係唔會玩嘅，呢啲掛羊頭賣狗肉。因為點解咧？以前嗰隻玉成足球4+10廳嗰隻，你唔係 DC 嗰隻，係真係玩情懷噶嘛，大佬真係追獵聯賽。佢而家全部變晒歐洲隊，屌你老味，我一定唔肯玩。有咩玩嚟啫？玩翻 UF26 UF 嗰隻啦。提個話呢啲屌。佢最慘咧，有幾場咧就係有最關鍵嗰場對阿聯酋嗰場咧，明明井原正治同埋小川德南兩個入波都唔入，判入球無效。我懷疑佢嗰場咧就係烏茲別克嘅主場同埋阿聯酋嘅主場。如果呢兩場波入波，加埋軍其實唔使走嘅。去到對住韓國啦，第3場啦，領先1球，你換啦秋田，就係秋田豐呢個球員咧，佢上都唔錯嘅，但係佢好多時咧有啲輕率嘅撲出去，令到有時個後防會失咗個位。其實嗰屆98年亞洲區外圍賽，岡田武史都會選咗好多6個球員嘅，包括左後防嘅上馬直樹啦，中堅秋田豐啦，右閘嘅明良橋榜啦，亦都係同時
同時都係呢個6到6個嘅球員嚟㗎。咁同埋仲有一個嘅本田泰人啦，都係6到6個球員嚟㗎。選咗4個，咁啊橫濱嗰邊咧就選咗成張二啦，成張二，跟住仲有山口素宏都係橫濱嘅，好似嗰陣時。咁我就會再揾翻啲資料啦，咁到時再同大家講翻1998年世界盃究竟發生過咩嘢事，令到岡田武史一夜成名咗呢？因為佢夠膽死，會做一個好大膽嘅決定，連何茂港都唔夠膽做呢個決定，佢就去咗做呢個決定啦。咁啊嗱，我仲有少少時間。嗱，佢就即刻彈出嚟嘅。好啦，略講講啦，岡田武史啊，成為呢個第3位日本個領隊。嗱，大家都見到中村俊輔喺後邊啦，咁啊知發生咩事啦。咁啊號稱叫小康屌。咁不過本身踢波咧踢後防嘅。咁啊，我睇下可以，因為應該就日文嚟嘅喎，呢個係啦，日文嚟嘅。咁啊冇講佢體重有啦。咁啊嗰後踢後防175 cm 啦，70 kg。咁啊差唔多啦，以一個日本人，即係嗰陣時日本人嘅。咁啊，岡田武史咧讀書嗰陣時咧，1972年至1974年咧效力呢個天皇子高校嘅，跟住1976年至1979年咧效力早稻田大學，即係又係好出名嗰啲學校嚟嘅。1989年至1990年咧就古田古河電工，咁啊代表咧就日本隊，由1998年至1985年嘅。咁啊1997年至1998年咧監督日本代表隊咧，咁啊1992年至2001年咧就札幌維加達啦。咁啊2003年至2006年咧橫濱 FC 啦橫濱 F 啦。咁啊跟住2007至2010年咧就帶領日本代表隊第2次，好少有好少學翻閹嘅。跟住2012年至2013年咧就杭州綠城咁啊中國嘅，哇！真係好少可喎，中國球隊會揾日本人嚟搞，係好少可嘅事。其實古河電器咧係好多動畫咧都有提及呢個呢個嘢嘅，即係而家嘅就係咧秋葉氏完啊嘛，咁啊先至後防啦，中後位置，並代表日本國家隊參加過24場嘅國際級 A 賽。退休後咧，他從事咧教練一職啦，咁啊正常喺1997年在執教日本隊，其實他被接為假顧呢個賀茂洲嘅晉升為主教練啦。他領導首次亮相呢世界盃決賽周，並率領球隊闖入1998年世界盃決賽周及2007年，他再次重返國家隊總教練嘅位置，咁啊帶領日本隊2010年世界盃闖入16強啦。他擔任札幌維加達啦、橫濱水手同埋杭州綠城嘅咁啊等俱樂部啦。做橫濱水手嘅隊，他率領2003年至2004年連續奪得 J1 嘅聯賽冠軍。因為佢哋以前咧追呢個聯賽咧好得意嘅，係有分上下嘅 J1 點講啊？第一階段嘅冠軍同第二階段嘅冠軍，即係好似打籃球咁嘅款嘅，
撚神奇嘅，佢嗰陣時。咁啊，我哋一跳個國家隊歷史啦，唔好講其他咁多廢話啦。咁啊，1982啦，亞軍咁啊洛杉磯奧運資格賽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，咁啊1980年3場國際 A 級賽事，分數係零，參與5，分數係零，參與8，零。咁啊1981年咧就參與過5場啦，咁啊應該就係嗰啲國際 A 級賽事啦。咁啊1982年，其實佢啲戰績都麻麻地嘅咧。呢個就好詳細啦。咁啊呢個應該就係東京國立競技場啦。咁啊對住韓國0-1輸咗啦。跟住多哈0-1又係輸咗，就俾多哈啦。咁啊1983年嘅6月7號，東京特律敍利亞1-0贏咗啦。咁啊菲律賓大勝10-1啦。咁啊中華台北2-0啦。咁啊翻去作客對中華台北咧，就1-1，奧運預選賽嚟㗎啲係啊。咁啊跟住去到日本杯啦。咁啊對住中國隊1-0小勝。咁其實奧運預選賽佢係輸過2場啦，分別就輸咗俾馬來西亞同埋呢個新加坡、加達，係啦2-1。咁啊麒麟杯又輸咗俾烏拉圭1-4嘅。咁啊之後又贏翻3-0。咁啊世界盃預選賽就直頭贏你香港隊3-0啦。咁喺亞運會入邊咧，咁啊地點新德里啦。咁啊對住韓國2-1。咁啊佢又冇講佢嗰場係咪冠軍咯？咁反而佢冇講佢世界盃。嗱，佢起碼個 schedule 即係嗰個履歷入邊咧，咁就會好過項目講嘅，因為佢帶領札幌攞到個 J2嘅聯賽冠軍，咁啊可以升翻上嚟 J1。咁同埋橫濱水手帶領03至06年，唔係03至06年咧，有2次嘅冠軍紀錄，已經算係好好㗎啦。係啦，咁啊皇帝杯即係國王杯啦。咁啊基本上應該講話佢會作出一個好大膽嘅決定咧。咁我睇下會唔會睇唔睇到1998年，哇！好彩有中文嘅世界盃啊。咁啊睇下有冇呢啲記錄先。結果啦，咁啊8個種子隊呢啲唔好講啦，屌廢話嚟。咁啊我哋最主要睇我哋嘅日本隊啦。咁當時無線有直播嘅，係啦。我最記得同 friend 一路播阿根廷嗰場，就同我 friend 一路喺度傾電話，最記得㗎啦。仲未有。咁我諗，因為我 partner 差唔多翻啦，而家去巡樓。咁啊
佢竟然有日本球證喎。係啦，咁H 組方面，日本大戰阿根廷、克羅地亞、牙買加，全部落敗啦。大家都知㗎啦。牙買加勝利一場就勝咗日本隊，但係失咗一球波。嗰球波係由呂比須頂橫俾由中田英壽斬過去禁區，然後禁區咧由呂比須橫頂俾中山亞史，中山亞史就飛頂入網嘅。但係 SW 圖片嗰時咧就噏錯咗係成張二啊。咁我呢度同佢叫翻整啦。28分鐘啦，就巴迪斯圖大嘅入波啦。另外對克羅地亞啦就輸咗俾皇家馬德里嘅前射手蘇加啦。打起手打阿根廷添。就1-2啊。輸咗俾牙買加嘅，但係呢個已經好接近嘅記錄嚟㗎。睇下呢度就可以睇翻究竟嗰陣時個世界盃嘅情況啦。咁點解我話岡田武史咁夠膽去做一樣嘢？佢入咗世界盃外圍賽之後，佢好大膽咁唔要3個人。第一個就係國王三浦知良，竟然係唔要。第二係北澤豪，唔要。好似第三個都係有名啲嘅球員嚟嘅。咁咧就最經典咧就係呢兩個球員唔要啦。咁令到佢嗰陣時國內都好轟動嚇。你唔要國王，你真係夠經驗踢。咁佢前面用咗邊幾個咧？嗰陣時佢前面用咗中山亞史、岡野雅行、呂比須、中場同一個成張二嘅。呢個要得閒開一集講下究竟佢發生咩事啦。咁中場明波浩、山口素雲、中田英壽、小野伸二，呢個都會有機會講下究竟點解咁得意入咗錢，但係一場都冇出過呢？要去到對住牙買加，仲要係嗰啲垃圾時間先俾佢出。後防呢，頭先講咗啦，左手邊上馬直樹，中堅井原正治隊長，跟住秋田豐、明良橋榜。到最後我下一 part 會講完領隊之後，我會講嘅就係5大龍門之一嘅川口能活。我得閒我就會將日本衝出世界盃嗰場波條 link 貼上喺我哋嘅今集講嘅世界盃歷史入邊㗎啦，即係日本隊嘅領隊入邊㗎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咗兩個先啦。呢兩個因為比較係帶起咗成隊日本波嘅，即係日本隊嘅主角啦，叫做同埋嗰陣時啱啱有套漫畫《足球小將》嘅興起啦。令到好多後嘅球星睇完呢本嘢之後先去踢波嘅。同埋好多而家嘅日本國腳都有睇呢本書嘅漫畫嘅或者動畫嘅，因為太過影響得太過大啦。所以我會講咗呢兩個先。下一次會講嘅就係啲外籍嘅領隊嗰3個。如果真係有時間咧，我就一氣呵成講晒3個，跟住最後就會講我見過嘅西野郎同埋森保一。森保一我就未見過嘅，西野郎我見過一次，就喺日本國家隊博物館入邊見過一次。啱啱我去嗰日就係啱啱佢去
開記者招待會，我同阿西野朗入一面之緣，佢望過，我望住佢，佢又望住我嘅。今日我都有點下頭鞠下躬咁嘅。咁啊係啦，咁啊好啦，暫時呢個頭兩個嘅領隊節目，維基嘅日本領隊歷史第一回啦。咁啊第二回咧會睇下會唔會講我哋熟悉嘅杜斯亞啦，同埋沙哲朗尼啦。咁第三幕其實你哋都未必聽過，我都未聽過嘅。其實我都係照讀維基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咁啊，我都係當回翻我支持日本隊咁耐啦。因為我係由多克悲劇開始，1984年到而家㗎啦。其實咁大家都首先你又知我支持咗幾耐㗎啦。1984 2025減1984，屌2025減1984，我支持咗日本隊41年，冇錯，因為我而家係48歲，差唔多㗎啦。因為所以佢踢完世界盃，我為即係當然啦，有唔多唔少都係打嗰隻足球 game 唔認識日本隊啦。咁所以基本上都係打唔撞咯。同埋嗰陣時好多人恥笑我㗎，我最記得，因為點解咧？有好多朋友都問我：喂，你踢波咁耐，你開頭睇嘅波係咩隊嚟㗎？咁我同佢講，我睇日本國家隊。咁跟住人就嚇一聲㗎啦，跟住就我又要轉位啦，所以你哋會聽到嗰集嘢聲。咁啊，費事我同事翻嚟以為我黐撚咗線啦。咁啊，因為佢唔知我會有拍片嘅。咁下一次就會睇下我幾時得閒，再講第二 part 俾你哋聽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今集時間就係咁多。中意呢條片嘅，subscribe、分享、訂閱、讚好，好係咁，拜拜。